伊内底每一个人这点，咱会当先看咱的左手边，看咱的正手边。我相信伫咱的无论咱的左手，也是咱的正手，肯定有地着。虽讲有的人听无人，但是嘛也是吼。伫咱的每一个人的人生过程中，咱有侪人在陪伴咱。伫这点，咱要邀请每一个人为咱的嘴，咱来邀请咱志愿的主为咱这个，来这边来。咱的弟兄，耶稣的荣耀，咱的领袖，耶稣的帮助，咱的国。平安，伊要相主爱，陪伴咱到永远。无论咱的日子是啥物事，无论咱即个天，主耶和华平安一直去，主爱你永远甲咱同在。这回来一首，咱的弟兄，耶稣的同在，咱的领袖。
心全意我靠主，咱将咱每一个人的眼光献求伫主的时，主会甲咱讲，无论什么事，无论什么天赋，咱拢会当对遐来得到赢，咱会当看到咱所比第的人，咱来用这份眼光。主要花修树咱信心，修树咱听心，互咱会当伫咧咱的一生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真正，咱袂当用咱眼光来看，但是咱来定义伫主的时，咱来看见侪主所修树互咱的，咱是这个来讲。听见水的歌。 相信，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到。万山虽然围绕，若有信心就通得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。 心内的头，互你的眼光看希望。期待咱每一个人伫这点拍开咱心内口，来行之主，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来行之主，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。咱来用这首敬礼关心。